空军飞官新逼嘅在 F-16V 战机摔落海，也未找到人，但有发现战机乌阿巴的信号。伊朗反政府示威超过2礼拜，美国总统川普打算要用强硬方式，可能派兵介入。日本海樱花落大雪，东北北陆地区有新干线停驶，嘛有国内线航班停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空军飞官新逼嘅在 F-16V 战机，初六暗伫咧花莲外海摔落海失联，到当时也未找到人。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有发现战机乌阿巴信号，但海上较好咧，就会当出港找定位。海鹰一直拍伫海巡舰艇玻璃顶边，因看说东部外海风影依然真大。不过海巡甲国军继续搜查，就是无放弃任何会使找到初六暗时在 F-16V 战机伫花莲外海对机失去联络的空军第5联队飞官辛碧基。海巡出动无人机协助，也派人伫海边搜查。空军军机加上海军的舰艇斗阵实施海陆空的搜救。国防部长顾立雄在日证实，即阵有是无有是有发现一寡机顶乌阿巴信号。那个黑盒子的定位，那现在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一个讯号出来。这个海象这个好的时候出港，然后再做一个确定的这个黑盒子的定位。顾立雄强调，因为海上问题负责定位的专业专家无到出港，有任何进展会再说明。因若战机失事原因，相关受到各界关心甲注意。空军证实，失联战机伫失事前2天爆发性勘到小全球定位甲惯性导航系统，EGI 故障，并且派工报修。调查的方向，针对它的故障情况，会影响到导航的部分，我们都是我们侦查的一个重点。好，谢谢你。调查的一个重点。空军讲，虽然这战机对出厂以来无数化任务电脑 AMC 故障记录，不过 EGI 无正常，恐惊影响飞行导航甲判图，已经列做后续事故调查重要方向。因为原先 F-16停飞等待检查，经过将近1礼拜检查，10日由空军第5联队联队长吴中华载 F-16V 相坐战机带头复飞 ，F-16全面恢复战备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总预算卡伫咧立法院袂叮当，一寡民生政策的补助可能就会断暂，亲像 T-Pass 的通勤月票。即马上北家人甲桃园市的县市就决定咧，中央拨补助进前地方先读钱，不过估算价格也会当冻到5月底尔。路卡进站T-Pass 通勤月票受到真大通勤族的关注，也毋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卡关，外界关注 T-Pass 通勤月票恐惊中断，冲击通勤族的票包啊！基北北桃4市交通首长昨日早起同齐讨论应用对策，初步共识伫中央补助款还未到位的时，由地方先代垫支付。它的补贴款呢是先用我们地方政府先前来代支，就统计组可能会多发费900元。基隆市政府，我们大概每天有11万的一个通勤的人口哈，自筹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个 T-Pass。嘉宾方初步估计台电款项会当到5月底6月初，不过又爱看运量变化。新北市交通局长张明时表示 ，T-Pass 是重要民生政策，呼吁中央尽速明确决定投入地方，会继续甲中央相关单位联系。他明确的沟通只有告知我们说，这个剩余款不得支用。然后这个过去产生的利息必须缴回。T-Pass 伫过去2年属于专案性质，也毋过自115年起改列做新型常态预算，依法规定预算无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进程，行政院无权动止。北市交通局指出，其北北桃 T-Pass 整体一年所需要经费大约是63.55亿，中央补助款35.35亿，4市地方负担款合计大约28.2亿。我想行政院还是必须要坐下来，好好跟立法院沟通。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针对民众，包括 T-Pass 相关的权益以及服务，努力让它持续不中断。中央如果钱暂时不能拨过来的话，我们市府自己来垫付，这边请我们的市民朋友绝对放心，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跟中断。伊北北桃是紧密的生活款，4市有共识伫中央补助款还未到位的时，先代垫支付。桃园市府今年度已经编列6.2亿预算，用伫补助其北北桃订机票，也呼吁中央尽速确定预算，以确保政策稳定延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伊朗去年底爆发全国示威，高达超过2礼拜，外界估算死伤500人到几6000人拢有。
美国总统川普讲，打算要用强硬方式介入，包括军事行动、网络攻击，或者是扩大制裁。来看伊朗这场示威导火线是去年尾通货膨胀经济崩盘，伊朗货币140万里亚尼，敢若会使换到1块美金。这点价无法度尽快做生理，就发起罢工罢市，抗议这物价上悬。后来，伊朗的领袖哈米尼讲，抗议的人拢是去互美国、以色列洗脑煽动是背骨啦。这民众听到就真愤慨起来讲，这场抗议就为救经济转变做反政府，规模也扩大到全国。政府安全部队嘛，大硬开枪压制。今年初，伊朗的政府粗残镇压，甚至是切断网络封锁消息。这场抗争唔那是街头运动，嘛会干系到伊朗政府的存亡，因为人民唔知后一顿饭敢食有。抗争是为着自由，更较是为着生存。2025年6月，美军出动 B-2 轰炸机到东行导引炸弹，升动伊朗部分核能设施。面对2礼拜多以来，伊朗扩散全国的反政府示威，造成数百人以上死亡，加上有突袭委内瑞拉、逮捕总统马杜罗的先例，所以各方拢关注美国敢是会以类似的手法促成伊朗发生政权更替。They rule through violence, but we're looking at it very seriously. The military is looking at it. And we're looking at some very strong options. 路透社甲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指出，所谓的强烈解决方案，包括空袭等军事打击、甲秘密的网络骇客攻击，加上扩大制裁，也有以网络成员反政府势力。I have options that are so strong. So I mean, if they did that, it'll be met with a very, very powerful force. 伊朗目前为止也无咧认输，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呛声，伊朗若互美国攻击，美国伫中东的基地，也有以色列，拢会是伊朗反击目标。另外，伊朗总统也指控美国甲以色列都是抗争扩散，搁造成重大死伤的幕后黑手。英国天空新闻指出，超过500名示威者死亡，大约1万人互逮捕。美国时代杂志是讲，已经有数千人死亡。本岛新闻网指出，超过100名的伊朗安全人员在动乱中死亡。ولی اغتشاش و حمله به اماکن عمومی، آتش زدن مسجد، آتش زدن کتاب خدا، یعنی اصلا اینا نقشه‌ای است که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伫12月2号，也就是伊朗抗争开始扩散过长江的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局莫萨德以波斯文伫写军备大发文，公开承认伊朗反政府示威民众有以色列情报人员插伫其中。莫萨德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行就街路，以色列情报员都伫身边支持因。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讲到南美自治领土格陵兰这粒岛，美国总统川普是百面袂放弃。川普放调要甲格陵兰内抢过来，才袂去互中国和罗西亚占领。讲真实的，中国和罗西亚的船最近有影枪在伫咧北极热踅。德国和英国即阵就打算要加强派兵去北极，用北极的力量确保格陵兰安全。北极的冰层渐渐扬起，格陵兰的战略重要性是愈来愈要紧。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指出，罗西亚甲中国当咧加强伫北极的军事合作，因的船舰毋但伫罗西亚北海岸巡逻，也出现伫阿拉斯加甲加拿大附近的海域。Like I mentioned in my remarks, it's not for peaceful purposes. They're not studying the seals and the polar bears. They're out there doing bathymetric survey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hey can counter NATO capabilities on and under the sea.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could grow very quickly, and we need to be mindful of it and ready for it. 面对川普搁再放调讲可能动用武力夺取格陵兰，但美总理表示，能够因为格陵兰引发的外交上的小打，当面对决定性的时刻。川普声称讲，若准美国唔接管，格陵兰会互中国甲罗西亚占领。英国当咧甲欧洲盟邦讨论伫格陵兰部署军事力量。德国的外交部长伫前往华府之前强调，应该伫北约的结构之下解决安全的问题。德国政府当咧建议北极守卫兵的计划，考虑派军事力量进驻，来向华府证明欧洲盟友有能力家己依护北大西洋的安全，无需要美国采取激烈的合并行动。I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looking would threats come from Russian or Chinese vessels or submarines here in the region, we can of course find together answers to that. But please, in the NATO framework,
根据报道，英国计划派一个部队，也有军机、军舰长期驻守吉伦兰来保护关键的水下电缆设施，并且防止地缘政治真空。英国官员认为，透过实质的军事存在，会当有效反驳川普讲吉伦兰安全无设防卫指控。也拿吉伦兰当地政治界重新强调，岛屿的未来必须要由吉伦兰人家己决定，拒绝变做大国权力相搭的新殖民地。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来关心俄乌战争，罗西亚指控乌克兰去轰炸总统普京的官舍。罗西亚为着要报仇，就用无人机甲飞弹去bomb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一寡所在因为电厂bomb海起，居民的徛家已经断电超过50点钟。天气长咧寒，阁无电通用，居民无奈只好去庇护中心。Не світла, не води, ні опалення, нічого немає. Все так виживаємо поки. 自初九开始，罗西亚无人机甲飞弹攻击基辅的电厂，厝里已经断电55点钟。有一寡人必须去官方设立的紧急庇护中心不区起点，才会使用到电。Так, щоб топити щось гріти, так за кордон. Особливо немає. Дочка сказала, що вона себе бачить тут. 用充电的手机看气温，显示摄氏零下13度。政府表示，逐天大概有400人伫咧第4年用司机这个所在临时起的紧急烧气布棚内底避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罗西亚条伊国伫寒人发动攻击，超过一半的主体无烧气通用。政府当咧处理，不过预计搁要几6天。Що 42 години у нас світла, опалення, води. 基辅市长克里切科伫咧电厂防攻击了后表示，基辅有大概6000栋的公寓大楼断水，无法度供应烧气，规个城市有一半的主体无电无水，状况是足困难。呼吁有离开能力条件的居民暂时离开。另外，离罗西亚边境接近差不多40公里的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基夫，目前加强防御，市政人员沿路设反无人机的网仔，用来应对罗西亚的空袭。公司新闻黄文林编译。美国联准会征收的工程为2022年开始，要做到2027年。不过，工程目前已经加开7亿个美金啊。司法部就寄传票要查这联准会主席鲍尼。若鲍尼本地就因为无爱甲历史调讲，和川普关系真紧张，所以鲍尼也讲这调查是政府抬价架构咧威胁借口。美国总统川普长期以来，因为联准会主席鲍尔无愿意配合降息，互两个人的关系紧张扯到美国司法部讲，联准会大楼翻修工程款项达到25亿美金，大约代表791亿，唔那收过社花，也阁超过7亿美金，大约代表222亿，所以向联准会发出传票。要求调查鲍尔敢是对国会做出不实陈述。10月，法府检察官也对鲍尔的公开发言甲指出记录展开刑事调查。I have deep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for accountability in our democracy. No one, certainly not the chai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is above the law. But this unprecedented action should be seen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administration's threats and ongoing pressure. 鲍尔讲，伊的面临刑事威胁是因为利率问题，甲政府继续对抗的效果。佮表明，利率设定应该是对公众利益的上好评估，临时迎合总统的建议。过来，若联准会配合降息，就无法度继续独立判断，国家会输伫货币政策受政治压力的控制。另外，川普伊是讲对鲍尔做着刑事调查，拢唔知影，也一直强调鲍尔其实无啥知影建筑工程，伫联准会也做得无好。川普也几摆批评鲍尔是戆仔，而且公开考虑将伊开除。You said that the termination of Jerome Powell cannot come fast enough. He says he won't leave it even if you ask him to. Oh, he'll leave. If I ask him to, he'll be out of there. But I don't think he's doing the job. He's too late, always too late, a little slow, and I'm not happy with him. 根据法律规定，美国联准会主席由总统任命，任期是4年。鲍尔的主席任期会伫5月到期。川普也讲，伊已经准备好后一任联准会主席的人选啦。也毋过也有财经专家分析，鲍尔方调查可能关系川普拍算要控制美国央行联准会，可互后一任主席经过。公司新闻新罗袂编译。咱拢想讲人类需要困眠和头脑运作有关系，不过根据研究讲，这海豚无头脑也会困，而且和人类同款，拢是暗时休困，甚至这海豚也会困中昼。
伫海洋生活海体无大脑，规身躯干那简单的神经网络。不过科学家发现，就算讲无中枢神经，伊嘛会当用神经系统来感受光线、烧吸加化学变化，甚至会使伫足紧的时间内，伫错误当中学习。显示无头壳无代表无智慧，也是无学习的能力。也那以色列的科学家上新的研究显示，无头壳的海体甚至甲人同款有相像的困眠模式。The key finding is that you have a very basic organism, doesn't have brain or eyes. They still can sleep. We see them sleeping for 8 hours per day. And I think they're doing that, I don't think, we know they're doing tha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NA damage that is accumulating when they are active. 为着了解海体是毋是真正会困，研究人员利用红外线来代替自然光线来观察海体活动，发现海体伫咧清醒的时阵，身体会保持稳定有节奏的春秋。这款春秋会当帮助水流、酸素甲养分的流动。若或者是困眠模式，这款春秋明显减少，就算讲增加海体为困的时阵去互叫起来的刺激的强度，包括光线。震动、食物等等的刺激，海体反应嘛会较慢，甚至照冷嘛有同款的状况。But if you will be sleepy, I will need to increase the arousal threshold, that stimuli, and because your arousal threshold is increased. So it's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e do to the jellyfish and the sea anemone. We use various stimuli to show that during sleep, they demonstrate increase of arousal threshold. 这个研究若显示海体会困，甚至有困中昼的习惯。若是强迫海体变暝工，第二天伊嘛会表现昏昏沉沉，春秋的频率嘛会落降。也若针对海体困眠的研究，嘛会使应用伫咧人类的困眠研究顶头，包括减少搅扰困眠的因素，会当增加 DNA 修复的效果。This study and other study in my lab, we know that what we call sensory pollutants. So if, for example, you use your phone during nighttime, or you have what we call light pollution from urbanic areas, or you have a light interfering your sleeping, it can cause what we know as sleep deprivation. So the more we reduce these sensory pollutants or these stressors on our sleep and we sleep better. 这个研究把困眠需要大脑的传统观点改变去啊，因为海体是即马上古早上老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之一，嘛显示困眠是动物演化历史当中上原始、上基本的行为之一。早伫咧中庸集团式的大脑演化出现进程，可能就已经存在。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西海岸一寡虎鲸因为噪音干扰找无食食，数量减少，就要断种。有科学家利用海底电缆侦测虎鲸的声音，掌握虎鲸的动态，希望会当帮助因保育。一透早，科学家就坐研究船要去海底铺，敢若是头毛才有的光纤电缆。这是美国西北部的圣胡安岛，除了华美的温带雨林，常常庆祝海边的虎鲸也是当地特色。不过，最近这几年，因为噪音污染、食物来源的鱼和人类过度捕猎的问题，附近虎鲸的族群只敢存差不多75只。即马科学家想要用传导性正好的海底光纤电缆，收集虎鲸所发出的声音，监测族群生态情形。虎鲸因互相是用高频率的声音沟通，用回声定位来了解附近的环境。光纤电缆收音的效果比传统的水底麦克更加好。So our hope is to use this technology here to tes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fiber optic cables for detecting vocalizations by marine mammals. 对光纤电缆收集的资讯，会让科学家更加了解虎鲸的行为，亲像因是安怎互相沟通、协调团体拍打的复杂行为。若看到因开始耍震动，会当先叫因行方向的官方单位管制水底下的噪音。和虎鲸会当顺利互相沟通。If DAS works and we can put DAS cables in many parts of the ocean and Puget Sound, it will for sure help with like dynamic management and long-term policy that will have real benefits for the whales. 这么光纤拢是用伫咧传输信号，伫全世界海底有差不多140万公里的网络，若是会当直接利用，会当大幅度降低保育虎鲸的研究成本。这种做法怎么也已经应用伫咧其他的海岸。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
讲到手机的品牌 Nokia， 随邦即马退出手机的市场，不过 Nokia 也是真侪人的回忆。芬兰有一间大学收藏2万多件 Nokia 的设计档案，希望保存科技产品的珍贵资料。伫芬兰爱尼托大学的某一个所在，这间看起来就亲像一般的仓库，不过内底煞收藏超过2万件 Nokia 的历代设计师的新血。We have prototypes, different type of prototypes, materials, material samples, form models, presentation deck, sketches, and posters, and publications, internal publications, and so on. 创立到今超过160年的 Nokia， 原底只是一间做木材纸张的工厂。1970年代才开始踏入去通信器材的领域。对第一支行动电话 CT-Man 9000开始 ，Nokia 渐渐成做全球行动电话领导品牌之一，也出现过真侪经典的设计，亲像这支我爱用背的经形的手机啊，8110，伫1996年上市了后，佫成做电影《海客任務》第一集的重点。This is the 81110, which was also shown in the movie Matrix, the one that Neo was using, and here is 3210. It's a form prototype, and here is the 3310, the classic candy bar form. Here are the different prototypes and models of the Nokia 6800.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is model is that when you open it, you have the keyboard on the side of the screen. 不过 Nokia 退出手机领域了后，相关的设计档案也拢卖出去，最后由芬兰的阿尼托大学接手，并且伫2025年设立 Nokia 设计档案计划。捌伫1997年到2009年期间，也就是 Nokia 上青叶年代，担任设计总监的安娜瓦尼托南认为讲，这是研究科技产品设计真珍贵的资料库。This was an era where there was a really big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where a lot of development was happening in a really rapid it was really just quite fast moving at the time. And we're sort of in a similar situation now, with a lot of new technology that we are approached with, but we don't quite know what it is yet. So I think in that sense, it could be a really good set of material to learn from. 阿尼托大学指出，科技发展的历史话语权不应该仅属于美国涉国的跨国企业。世界的其他所在也有值得留下记录的珍贵资料。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